大家平安。诗篇第8篇第1节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新的一年，我们仍要来敬拜赞美神，让我们一同在神的殿中，不分世代，在爱里一起来祷告敬拜。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一起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天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和一起摆在爱里，不分世代，在你殿中欢呼他。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里。那我们从头再一次。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祭，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世代，在你殿中欢呼他。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有救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上面的经文。约书亚记第1章第2节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的。你生平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与摩西同在，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做赞美的祷告，因着他的应许而赞美他，因着他的同在而赞美他，因为他的拣选而赞美他。我们一起来做赞美的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应许真实的，因你的慈爱永远，因你的同在使我们得力量，因你的拣选使我们有福分来到你的面前，被你来使用，能够成就这样的应许，能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应许是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主啊，因你的同在，使我们得着能力，无人能敌。主啊，因你的拣选，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被你来使用，要成就你要应许在你的教会，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管道。谢谢主，使用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也使人能够因你得福。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就是爱，主啊，你就是应许，主啊，有一个拯救要临到我们的当中，主啊，那个拯救还有就是你要与我们同在，你是以马内利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拣选我们，主啊，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啊，你就拣选我们，主啊，使我们可以因着你的爱，因着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主啊，我们就活出你给我们的应许跟命定，我们感谢赞美你，阿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满心欢喜要来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一个拯救就是你，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有一个应许就是你的话语，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更多来赞美你，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神是信实
永存的神，阿妹吗？阿妹，是信实永不改变的神，阿妹吗？阿妹。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敬拜神，用这首歌继续来敬拜。我说一句，大家一起说一句，准备喽！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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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让我们献上赞美，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羔羊就必永留在这里。这能加给我力量的，万事都能做，我风浪破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万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视角，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视角，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万事都能做，我风浪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万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万事都能做，我风浪我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是的，行在主的旨意里面，我们凡事都能做。接下来，让我们来念一下《约书亚记》第1章第8节，一起来。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河大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一起来做认罪悔改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感谢神赐下得福的话语，赐下得地为业的境界，也来向神认罪，对自己的忧郁和惧怕，对上帝的话语的不信，还有对上帝律法的不顺服，我们一起来做认罪悔改的祷告。现在是主耶稣，主，我们奉你的名，同祈祈，同敬拜，同赞美的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你神是府长当中。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应许、你的律法、你的话语，从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主，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你的怜悯。主，当我们真的是有时候会照着自己的心意，照着自己的想法，照自己的话语来行，主，我们偏离主你的话语，偏离主你的道路。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恩师傅，主啊，求你怜悯这世代，怜悯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求你伸师傅。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应许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语，如果我们紧紧跟随，你就引导我们进入到你所要应许的福地。主啊，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想法，因为自己的意见固执而偏离了神你的道，神你的话。主，求你赦免我们，真的是回到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定准，成为我们的引导。主啊，让你的话深刻存记在我们心里面，反复思想。主啊，我们离了你的话，我们就偏离了你的道。主啊，我们离了你的话，我们就离开你的恩典。主，求你宝血来再一次来洁净我们。我们若自洁，分别为圣，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你所要安排应许我们的应许之地。愿你真的是怜悯我们，也保守看顾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我们真的是，如果我们心失去了定准，我们就离开主你的恩典。求你再一次帮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你。阿爸，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也深深知道你的儿女们的软弱。主，是的，我们在这世上，我们遇到许多的困难。主啊，我们人生这台车，幸好有你与我们同在，因为你应许，主你不离不弃，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前面的困难，但主你鼓励我们。主啊，你鼓励我们，我们靠着你。主啊，我们凡事都能，尤其是在那低谷中。主啊，你牵着我们的手，甚至你掌握我们的方向盘。主，你让我们越过那困难。当我们回头看，主啊，尽都是恩典。谢谢你这恩典之路，主因着你义的名，主啊，因着你的圣名，使我们走那义路。你的肝，你的脏都来扶持安慰我们。谢谢你使我们醒悟过来，你的慈神爱所。谢谢你，谢谢你不放弃我们，因为你是光。主，使我们走在你的光中，我们献上感谢，也求神你赦免我们知道不知道的罪。我们自私，我们自义，是主，我们自以为是。其实没有你，主啊，我们什么都不是。谢谢你再次给我们机会，因为你是恩慈的主。谢谢你应许我们，只要到你的面前认罪，主，你要赦免我们，你要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向你献上感谢。阿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话语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我们谨守遵行你这书上的一切话。主，我们真的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悔改，因为我们常常没有思想你的话语，我们常常以别的来代替主你，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以为这是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
当我们透过寻求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的生命再次被建立，我们的生命再次被调整，我们的生命也再次有了出口。原来我们的生命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这答案在主你的话语当中，在主你的保守当中，在主你的应许里面。谢谢你使用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更多的来寻求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如两刃的剑，要让我们心思意念真实坦白在主你的面前。但主你的话语又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坚固，能够被建立，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得着能力。因为你的话语带着权柄，你的话语也带着能力。谢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透过祷告寻求你的面。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用这首歌继续来赞美神。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是啊，主啊，在神没有难神的事，只要行在主的旨意里面，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来为自己在2021年没有达成的事，或是在今年2022年想要完成的目标来祷告，将这些摆放在神的面前，来与神核对，将重担交给他，跟随他的脚步，毫无保留的交给他。让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现在要不要俯首？我们要献上感谢主，谢谢你，谢谢你在这群人当中，主啊，赐予拣选了我们，主啊，谢谢你使用我们，主啊，孩子们是要将纪念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神带领，主啊，将青年可以复兴，点亮我们每一个青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持续的带领，主啊，求神更多来到我们当中，主啊，亲自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青年的施工上，在培训的施工上的学生，主啊，求神带领我们每个同工可以照亮更多的学员，更多的青年。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一切都交托给神，我们要献上感谢，我们更是用这首歌来更深的敬拜。你爱，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再一次，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
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再一次，你爱。你爱使我苏醒，重新来过，深切渴望能活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转动的梦想，实现着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光芒在我心上，在世界绽放，让我为你照亮。转动的梦想，实现着希望。我已看见永恒的光芒，光芒在我心上，在世界绽放，让我为你照亮，让我为你而活，让我为你而站立，永不放弃，像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我气息是你赎回，如今单单属于你，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主啊，谢谢你用你的生命把我们从黑暗当中赎回。主啊，是你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神的宝座面前，得着怜悯，得着恩典。主啊，是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更丰富。主，是你使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得着安息。主，是你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把旧事抛开，面对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拥有新的盼望，我们能够拥有新的恩典跟新的力量。谢谢主，那我们继续来求你的国降临在这地上，如同在天上。主要让我们继续求我们在日用的饮食上面，你赐给我们，也分别我们为圣，向这个世代来说话；分别我们为圣，向这个世代来彰显你的荣耀，跟彰显你的慈爱。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继续为着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来寻求。我们特别是在这样的危难当中这一两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病毒又透过桃园机场那清洁人员，还有防疫的计程车司机，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我们度过了有一段的比较安逸、比较平安的。但是现在好像要开始要面对要征战，就好像神拣选的耶稣亚，起来，然后往前，起来往前。那个马拿是进入到
他们一踏进那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个玛纳就怎样停了，开始要靠自己，依靠神啊，然后他们要自己去吃那地所结的果子，喝那地的水，还有蔬菜。他们从那旷野游牧的民族，要开始转变他们的农耕这样的一个生活。所以前面的道路，上帝呼召他们起来，然后要进入，代表好多的征战。所以恳求神来帮助我们，也面对我们国家很多征战。最近我们又看到什么？立陶宛，对不对？总统说，立陶宛的好像总理还总统说怎样？哎呀，我们不应该用台湾这个名字来设立代表处。又稍微有改变，因为中国的施压，所以你看我们面对了很多这些的困难艰困，所以我们怎么样同心合意，为我们国家领导者政党合一，然后呢继续来向前迈进，每一天都有骚扰，所以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在面对过来的不管是公投，或者是这一些的医疗、国防，我们恳求神来怜悯，让整个执政者知道按照神的公义、信实来治理这块土地。我们恳求上帝用他的平安来代替恐惧。全台湾现在只有桃园，对不对？新发布的命令就是，我们除了吃东西之外，都要戴着口罩。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现在在讲可以脱口罩了但是这也是提醒我们警醒了，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特别是面对这样的世代的变化、疫情的变化，其实也提醒我们更加的警醒，因为我们桃园就在国门，所以我们要为这个地方来守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居住的地方，谁要帮我们守？当然，我们先自己来防守，自己来祷告，自己来守望。我们也唤起更多弟兄姐妹，他们为这块土地，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起来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平安度日，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为在上掌权的，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我们来守望祷告。后面才说，我们才可以平安度日。我们相信我们所认识的、所依靠的这位神是应许的神，所以我们一开始从今年从开始，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对不对？耶和华拯救记我们读耶稣亚，但其实耶和华拯救记，耶和华拯救他的百姓，耶和华要拯救我们这世代的百姓，台湾的百姓。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疫情的冲击，首先就是冲击我们桃园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国门当中能够防守，因为过来的过年我们不希望受到影响。我们恳求神真的是怜悯，再次把这一些的病毒能够阻隔起来，所以我们要唤起更多的神的子民。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我们一起来祷告，面对看不见的，神看得见，所以我们依靠这个全能者，我们才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所带来的挑战跟冲击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弟兄姐妹邀请大家，特别是也是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所居住的城市来守望，为我们国家面对内政外交，面对看不见的这些的仇敌。我们靠着主为我们来征战，耶和华要拯救我们台湾，耶和华要拯救我们的子民。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你在这边掌权，你在台湾掌权，你在桃园掌权，你也在我们每一个家庭掌权，每一个区掌权。主，我们要将我们的桃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每这些班机进来就是从桃园进来。主啊，求你抵挡这些黑暗的权势，这些看不见的这些病毒。主啊，你看得见，你知道。主啊，我们最近的这些清洁人员，还有这些司机，他们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受影响。
奉你的名来阻隔这一切的黑暗权势，阻绝这些病菌离开我们的桃园，离开我们的生活。主啊，求你用你的平安代替恐惧。主啊，你让执政掌权的，让这些防疫的单位能够有效率，怎么样运用这些资源，怎么样有效的政策。主啊，我们需要更多的子民来到你的面前，来一同祷告，一同呼求。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啊，奉你名来祝福这块土地、这地的城市、这地的百姓。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人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同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使我们在万人当中，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让我们得以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向你祷告，来与主你对话，与主你说话。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国度是你的，权柄也是你的，荣耀也是你的。主，谢谢你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兴起这个国家，主，让我们得以在这个地方安然居住。主，谢谢你，因为你的看顾、你的保守，让我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得以成长。主啊，虽然最近这几天我们看见疫情的扩散，主，桃园这个地方，主啊，病毒在这个地方来发生，主，我们内心害怕，主，我们心里恐惧，我们心里不安，但是我们相信，我们只要靠着主你的大能，我们凡事都能做。主，你的权柄必定胜过这些病毒，胜过这一切。主，你要带领我们来度过这个难关。是的，主。主，只要我们愿意向主你来祷告，主你就要帮助我们，主，让带着我们整个国家一起向前走。是。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主，你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安慰，赐下你的帮助，在我们的国家当中。主，由我们国家掌权者来向你祷告。主，求主来帮助他们看见你的旨意，看见你的真理，让他们知道能够凭借着主你的智慧来治理这个国家。主，带领我们度过这个不管是外交的困境、内政的困境、国防的困境，或者是在医疗疫苗上面，主要靠着你的从你来的智慧来带领我们的国家。主，我们也为了目前桃园的疫情来求主你帮助。主啊，许多的弟兄姐妹心里害怕，或者是有一些商家因为这样子而经济受到影响。主啊，求主来帮助，来亲自来安慰，来带领这些不安的百姓，让他们来归向你。求主你也带领我们许多爱主的基督徒，能够在这个时候一起来祷告，来成为那个代祷的勇士，来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我们同心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上帝的话透过耶稣亚他来传达给我们，说要刚强壮胆，然后呢不要惧怕。第一个就是把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强起来。第二个，他给我们话语能够遵行蒙福的一个法则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这是第二个当我们用信心刚强的心，然后来读上帝的话语，宣告上帝的话语，后面说什么？无论你到哪里去，就能够什么？凡事顺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教会是谁？是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我们每一个肢体来祷告。在这样的疫情的危机当中，我们需要借着祷告，借着上帝的话，回到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就是跟他连线，最基本的就是上帝说：“我的话，你不要偏左偏右。”当你这样谨守遵行，后面带来的是凡事顺利。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在今年开始，我们用上帝的话一起来祷告，用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新的一年的道路。看似好像是很普通平常，但是我们需要恢复，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密集的关系。我们为了2022年，弟兄姐妹，很快了，又过了1年，所以我们在未来我们所计划的，有时候赶不上变化，唯有上帝能够保守看顾，唯有上帝能够在我们所计划的当中能够成就，能够实现。弟兄姐妹，我们在彼此的扶持当中，我们同心祷告 RPG。有弟兄姐妹说：“牧师啊，一定要这样吗？”这是上帝的话，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也一起来读圣经，一个人读可能很孤单，一个人可能读到中间就读不下去。但是上帝又说不要偏离他的话，所以我们透过共读不同的语言，能够经历主丰盛的恩典，凡事顺利。我们也透过家庭能够建立祭坛，透过家庭亲子的关系，恢复那个在主的爱里面。希望在家庭里面也能一起来祷告读经。我知道有一些的家庭，他们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就开始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改变夫妻亲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恢复。我们也恳求神在这个世代兴起更多的年轻人被兴起来，所以接下来有培训营，有冬令营，我们要为这些的年轻人孩子来祷告。当他们愿意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愿意服侍，神使用他们让他们有火热的心，那个 passion 就是重新燃起，或者是对神有这样的热情。我们都失去了热情，疫情好像浇熄了我们对神的热情。所以今年我们开始就是用神的话开始，用祷告来开始，后面所计划的事工才能够成就了。弟兄姐妹，为这边没有，就是我们为圣诞节所预定设定的这些的对象今天把他带到教会来了我们恳求这一些的名单能够继续的跟进，使他们能够落户进入到教会为止。我们也为着1月9号受洗的这些的弟兄姐妹，有5位，还有小朋友，我们为他们，有年轻人，有年长的80几岁的，我们为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信仰上能够坚定，愿主来坚定他们的信心我们特别为苏云长老他的妈妈哥哥昨天在小组的聚会完之后，在彼此带祷，他刚好跟牧师 RPG 一组牧师，我真的我还会紧张。我说感谢主，紧张是对的。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战战兢兢的敬畏他，不容易不容易。我们一直透过小组，透过弟兄姐妹在陪伴，终于今年第一次的圣礼典要洗礼，有一对夫妇，千南兄、美惠姐妹，他们从这样的一个民间信仰，这一对夫妇要在神的面前立约，求主的大能坚定他们的信心，也医治了美惠姐妹的身体，还有义成这个年轻人，我们特别为这5位，还有小朋友小儿洗礼。我们恳求在过去失去这些亲人的人，我们恳求神的安慰临到这些失去亲人的这一些的家庭，有的还没有走出来，我们的组员还没有走出来，我们恳求神医治、怜悯、安慰、恢复。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我们为着我们教会，为着我们新的一年所要这样的一个代求的，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慈爱、怜悯临到凡敬畏你的人。主啊，谢谢你，你借着你的教会，要施恩赐福在每个人身上。
主，我们奉你名，求你兴起你的教会，用你的话语感动我们，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借着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主，你的话语这样应许，就没有不能成就的事。主啊，我们看似困难，看似艰难，但是我们真的是回到神你的话语的本身。主啊，我们更多的这一些的事工，如果没有回到主你的话语，没有回到跟你有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所建造的都是枉然。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透过彼此的共求、共读，能够共行、共享主你所要带来的凡事顺利。若没有你的话语引导，后面就没有凡事顺利；若没有彼此的代求、同心的代求，就没有后面的凡事顺利。主啊，恢复我们每一个家庭，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光景，主啊，每个家庭彼此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你来就是要恢复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哈利路亚！主，我们恳求你继续来兴起这些的年轻人。主，我们为着1月9号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恳求你来帮助，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促性的能够被你来兼顾。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使用这些特别出现的人，他们也能够让他们的家族能够因他们得福，让他们的家族也能够因这样的一个受洗，能够进入到神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一起继续为他们祈求。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主耶稣，你让我们有何其的有幸，我们来日来数算主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我们要来迎接新的一年。主啊，在新的一年里面，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单单来听到，也求主你让我们有行道的力量，行道的信心，行道的勇气。主耶稣，谢谢你，求主啊，你来教导我们坦然面对，看见自己的不足，让我们能够持续的学习。主啊，你也日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来陪伴我们，你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也愿意遵行主你的旨意，也愿意领人来到主你的面前，也透过 RPG 的训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装备，来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主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主你每一天的恩典都够我们用。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迦南教会，也来复兴我们台湾，成为神的国度。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恳求主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应许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在他所同在之处，能够使我们顺利的神。所以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宣告他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就是得地为业。在你的生命当中，神也要应许你，给你得地为业，让你所想的能够被成就，应许你所到之处都能够顺利。我们看第1章里面就有这一些的应许，他应许你如果有他的同在，他随处就保守你，看顾你。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一起来举一个手，然后来宣告主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成就。一起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允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后面说耶和华来，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回应主的恩典，献上我们的赞美，来到他的面前。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让我们献上赞美，聚合一心，摆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大能救必永留在这地。哈利路亚！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赞美主生命，赞美主生命，你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心是广大，怜悯不断绝，你慈爱永远长存。阿们！让我们献上赞美曲，合一赞摆在爱里，不问疲累，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永就必永留在这地。弟兄姐妹准备好了吗？我们要来一起来宣告说。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是蒙福的子民，我是蒙福的子民。神的子民这样说，神的子民这样说，我有气息要欢呼，我有气息要欢呼，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不停赞美来跳舞，不停赞美来跳舞，得胜都因主耶稣，得胜都因主耶稣。我们山上赞美曲，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永就必永留在这里。让我们献上赞美曲，合一敬拜在爱里，不分时代，在你殿中欢呼大喜乐，让我们数算你恩典，赞美进入你的园，神的高永就必永留在这里，神的高永就必永留
留在这里。我们拍上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这位应许的主，这位是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年，透过耶稣亚他所领受的主你的话语，刚强壮胆，不要惧怕。有神你的同在，我们就不惧怕；有神你的同在，我们就凡事顺利；有神你的同在，无人能敌。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的祷告，你的应许成就。让我们在这里的同心合的祷告，你就赐下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的祷告，就看见你带领着我们的脚步，进入到你所要赏赐给我们的应许美地。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再一次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拍手来将荣耀归我们主，哈利路亚。阿们。也愿他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请坐。